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10号。这一期我们繼續聊一聊伊朗，聊一聊波斯，聊一聊中東局勢。今天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11天。我們先看看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的打擊情況。美國海軍在波斯灣擊中3艘伊朗的船隻，包括停泊在棱格港附近的2艘，其中一艘為哈吉卡西姆號，以及在康格港的一艘。最主要是什麼呢？說這幾艘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巡邏艇它是混跡於棱格港的貨船中躲避，就像在伊朗老百姓中躲藏一樣。他這些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這個巡邏艇那種小船躲在貨船之間。但是整個波斯灣沒有法外之地他們遭到多次打擊，而且還發生殉爆。伊朗的南部昨天遭遇空襲網上有很多這樣的視頻阿巴斯港的巴霍納爾碼頭被擊中，並在燃燒之中。美軍已重創伊朗，摧毀超過5000個目標，擊沉51艘戰艦，並使導彈和無人機發射能力分別暴跌 90% 和 83%。8日6點起，美以聯軍啟動新一輪大規模空襲，目標覆蓋伊朗全境。美軍出動了 B-1B、F-2。2月28號，美以發動聯合行動叫史詩憤怒與獅吼行動，空襲以極短的時間、極高精度完成對伊朗核心目標的打擊，引發全球對智能化戰爭的重新定義。這場衝突不再是鋼鐵與火力的比拼，而是數據、算法、AI 決策的全面對抗。這就是我說的這個美以跟伊朗那是差着2代的代差呀。這個仗是一邊倒的，沒有任何懸念的。美軍在此次行動中作戰能力依賴於一個高度集成的多域殺傷鏈，該殺傷鏈將目標識別與彈藥投送之間的時間大幅壓縮，在人類歷史上屬於首次，一個人工智能網絡完全主導了高級斬首打擊中的殺傷鏈的上層環節。美以同步打擊伊朗6個省份的30個核心目標，最遠目標間距超過1200公里，而所有的打擊的時間誤差不超過15秒。第一波攻擊即完成了對伊朗最高領袖的斬首行動，而美以聯軍在這個空襲中幾乎無人員傷亡。這種低成本、高效能、低傷亡的作戰模式，徹底顛覆了傳統戰爭的低成本效比。以色列的國防軍總參謀長表示，伊朗的代理人沒有一處安全之地，這場戰爭將會持續很長時間，我們並肩作戰，必將取得勝利。這是一場決定命運的戰爭，它將影響我們未來多年的走向。以色列國防軍正準備在伊朗至少進行1個月的戰鬥。這個伊朗的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這個新聞發言人說伊朗可以堅持6個月高強度的戰爭，也就是他們的這個導彈、無人機可以堅持6個月。以色列說我們至少進行1個月的戰鬥。以色列高級官員表示我們絕不能錯過這個機會，我們必須堅持既定方針，直到伊朗政權崩潰。這個以色列的空軍司令叫托莫巴爾少將，親自駕駛這個戰鬥機飛往伊朗。在飛往伊朗之前，他暫時取下了他的軍銜標誌。他身邊的人說他選擇親自駕駛飛機是為了以身作則，樹立積極主動的領導榜樣。他與技術人員交談，前往戰場，直接與機組人員溝通，協同作戰，這才是文明的樣子，對吧？這個以色列人充分的展現了讓領導先走，把敵對方的領導先送走，對吧？打仗自己這邊也是領導先上，這才叫打仗，這是文明。你打仗不能把別人的兒子送到前面，對吧？你得自己上。以色列人的思想比他們的武器更先進，身先士卒。關於顛覆伊朗的政權這個特朗普也多次表態。但是雖然特朗普這個人說話比較混亂經常前後不一，但是他的很多這個行為還是有蛛絲馬跡的。比如他對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再過5年10年又得跟伊朗打一仗。他這話的意思就是跟以色列是一樣的，就抓住這個機會要顛覆伊朗政權。如果你不顛覆伊朗政權，他現在就是跟你簽一個什麼協議，滿足你，要不了幾年他也會變，對吧？那個時候美軍被迫恐怕又要重返中東再打一仗。當然了，對於特朗普咱們還是那句話，要多看他做什麼，不要看他說什麼。
現在能制約特朗普的，實際上就是美國啊將要進行的這個中期選舉。我看這個恐怕是特朗普比較在乎的，其他的恐怕特朗普也不在乎。這個美國的战爭部長豪克塞斯啊對記者說，他的原話咱就不說了，他的意思就是美軍這次为了取得勝利會不擇手段，不會自我約束，不會被什麼為了政治正確而這個就是制定這個作戰過程，一切是為了勝利。所以你看啊，福特航母現在正在加緊趕往這個波斯灣與林肯號會合，而第3艘航母布什號也在新夜兼程呢。從這些看啊，哪裡有什麼要撤軍的可能呢？不是来玩的，不達目的是不可能罢休的。所以說很多盘们呢，不要異想天開，以為伊朗再硬幾天，對吧？再扛幾天啊，美帝就灰溜溜的撤了，就不了了之，這是不可能的。開弓沒有回頭箭。特朗普說啊，我們在很多方面已經取得了勝利，但還不夠。他同時列舉了美軍摧毀伊朗軍隊、擊沉其海軍艦艇、摧毀其空軍、打擊其無人機和導彈能力，以及癱瘓其雷達和防空設備一系列戰果。美國國防部長稱，對伊朗的打擊才剛開始，為了取得成功，願意走到任何必要程度，也就是不擇手段，就這意思啊。美國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對吧？有媒體報道啊，美國的精銳是82空降師，他的一個旅現在已經進入這個待命狀態，就是隨時開拔。這些打擊啊，展現了美以在軍事科技和情報上碾壓式的領先，伊朗的防禦體系被迅速瓦解，反抗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內部混亂進一步暴露。美以的全面壓制啊，讓伊朗難以組織有效的反擊。那接下來咱們就要聊一聊這個伊朗的新領袖穆杰塔巴上台以後啊，不是要復仇之火嗎？復仇之戰，哈梅內伊之子啊接班後的第一件事即發動復仇之戰，第30輪導彈反擊毫不留情地射向以色列本土。伊朗3月9日凌晨發布的戰報，充滿了史詩感。就是我一直說啊，伊朗它主要是宣傳效果。為什麼這麼說呢？在新任最高領袖穆杰塔巴的領導下，革命衛隊發動了真實承諾4第30輪行動，動用了呼拉姆沙赫爾4遠程導彈、法塔赫高超音速導彈與海巴爾謝坎中程導彈，配合無人機群，成功打擊了以色列北部目標以及美軍基地。伊朗官方畫面顯示，加茲溫與伊斯法罕地下發射井連續噴射火焰，多型頂級武器構成飽和攻擊，並聲稱癱瘓了以色列的奧羅特拉賓發電站。大家腦補一下畫面啊，就是曹縣呢那種萬炮齊發的那種電視畫面。但至於打哪兒其實不重要啊，反正是主要是拍攝那個發射齊射這種壯觀的這個場景，主要是用來向盤们宣傳呢，好上那個叫伊朗版的19點的節目。但是我不知道伊朗那個有沒有一個19點的節目啊，或者滾動播放吧，沒毛病。這個奧羅特拉賓發電廠是以色列最大的一個發電廠，發電量佔以色列的1/5。說這個發電廠被打擊了，導致特拉維夫全城停電。可以說這個打擊效果是槓槓。與其說打擊效果槓槓的，不如說是宣傳效果更好。戰場的物理現實與伊朗的修辭狂歡之間橫亘着一道令人尷尬的鴻溝，就是現實根本就不是這樣子。北京時間3月9日上午7點至10點，伊朗實際向以色列發動並非第30波齊射，而是4輪稀疏的彈道導彈襲擊。所謂的真實承諾4第30輪行動，不過是一共發射了9枚導彈，其中2枚高爆彈頭命中北部海法地區，2枚集束彈頭分別落在特拉維夫與海法本古里安機場附近，並且出現了火情。另有3枚瞄準海法附近的海上天然氣設施，但未能命中。以色列攔截了約2枚導彈，雖有突防，但造成了物理損傷，與伊朗宣稱的戰略性癱瘓相去甚遠。如果把時間軸拉長，這種反差更為刺眼。3月7日至8日的前一個晚上，伊朗累計向以色列發射了8輪彈道導彈，但每輪打擊規模僅1到2枚。這個2天8輪的彈道導彈打擊一共只發射了15枚，怎麼感覺有點精盡人亡的意思了呢？這與開戰首日傾瀉350枚彈道導彈，製造天空下流星雨的震撼場面相比，已非量級衰減，而是
是質的降級，從飽和攻擊降級為象徵性的襲擾。德黑蘭宣稱的第30波打擊在軍事統計上或許成立。伊朗確實在過去9天內進行了30多次發射嘗試，但將每一輪僅1到2枚的零星射擊包裝成齊射，把8枚導彈的夜間襲擾描述為飽和攻擊。這一切暴露了戰時宣傳的致命軟肋，那就是當物理彈藥枯竭時，只能用修辭的倍數來彌補火力的不足。這裡面伊朗媒體重點渲染的奧羅特拉賓發電站遭襲癱瘓，經多方信源交叉驗證，實為海法煉油廠或附近的發電設施被一枚導彈擊中，而這枚導彈確實造成了局部火災與短暫的電力波動，但遠未達到特拉維夫全城停電的渲染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命中該設施的极可能是配備集束彈頭的霍拉姆沙赫尔4，它最大射程是2000公里，可携带1800公斤彈头的武器集束版本，对大面積遠目標如發電站、冷卻塔、儲油罐等具有破壞力。但是對加固的電網樞紐其損傷效果是極其有限的也就是說，這枚導彈即便打中了所謂的這個奧羅特拉賓發電站，它也造成不了什麼損失，因為這些發電站早就經過加固你攜帶集束彈頭的這東西，你打這種人或者是防護比較弱的這個目標有點效果，你打擊鋼筋混凝土是沒有用的，对吧？打擊鋼筋混凝土最好用 GBU 這種鑽地彈。更關鍵的是什麼呢？是伊朗此次發射的具備機動變軌能力的高超音速導彈法塔赫，並未展現預期中的突防神話。以色列軍方承認攔截一枚法塔赫需要發射3枚單價240萬美元的愛國者攔截彈，這對以色列來說成本是不合適的，但這並不意味着法塔赫不可攔截。3月9日的實戰中，至少2枚法塔赫或類似型號的導彈被劍3系統成功攔截，其在大氣層內機動的軌跡雖增加了攔截難度，但並未突破美以構建的多層防空網。這次襲擊是穆杰塔巴繼位後首次軍事命令，象徵意義不言而喻，那就是新領袖必須向國內展示血債血償的決心，向革命衛队證明其強硬立場。然而9枚導彈的第一把火恰恰暴露了伊朗戰爭機器的深層困境。首先，發射平台已接近枯竭，以軍宣稱已摧毀超過300輛導彈運輸發射一體車，這個估計伊朗一共只有400多輛，300輛已經幹掉了，而剩下的這個180輛機動發射車被迫採取游擊戰術，依靠單機機動快速豎起發射後立即轉移，甚至依托地下洞窟實施坑道式發射。這種打法雖然能生存，但完全喪失了飽和攻擊所需的齊射的密度，也就是你零星的躲在哪個地方發射一顆意義不大，很難突防，對吧？你形成突防的必須是飽和打擊。其次，導彈庫存結構惡化。伊朗戰前約1000枚中程導彈與500枚短程導彈，在開戰首日即消耗350枚，隨後日軍消耗遞減至50枚、20枚，如今跌至個位數。剩餘彈藥中，僅不足50枚為珍貴的法塔赫高超音速導彈，其餘多為易被攔截的傳統彈道武器。最後，戰略目標的錯位，伊朗試圖通過打擊發電廠、天然氣設施等經濟目標，迫使以色列屈服。但3月9日的襲擊僅造成海法局部設施受損，與以色列對伊朗能源設施的系統性毀滅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此特朗普還說了，打擊伊朗的這個能源設施可不是我們，對吧？也就是特朗普不願意幹這事，但是以色列呢，作為反擊，對吧？你既然用導彈打我的發電廠，那不好意思，我就要炸你的煉油廠和这個什麼儲油罐。但是這麼一打呢，是不是導致這個國際油價也上升？這個相當於變相的也打擊了美國的經濟，所以特朗普是不願意的，這個有媒體報道但是對比這種不對稱的報復無法扭轉戰局，只能滿足國內輿論，對吧？還有印度的輿論呢，宣洩。也就是我們一直說的，他這是做給盤們们看的，盤们们無頭腦，知道吧？盤們們一不開心也容易出事所以你看這一輪齊射之後，正義聯盟的盤們都高潮了，極大的滿足感。但伊朗從第一天的350枚滑向第9天的9枚，但真實承諾是從戰略反擊降級為存在主義宣示。美以聯軍與伊朗之間的軍事博弈已呈現出清晰的
消耗曲線，伊朗的反击能力呈指数级衰减，而美以的轰炸强度还在不停的升级啊。3月9日凌晨9枚导彈，与其说是新任最高領袖雷霆之怒，不如說是資源枯竭下的政治表演。德黑蘭需要向世界證明，我們仍在戰鬥，即便這種戰鬥已淪為每隔數小時發射1到2枚導彈的儀式性抵抗。但穆杰塔巴在地下掩體中下達發射命令時，他或許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場第30波齊射真正受眾不是特拉維夫的防空警報器，而是德黑蘭街頭那些仍在等待奇蹟的談判们。儘管伊朗試圖通過這些襲擊展示韌性，但美以的防空系統和情報優勢讓多數打擊效果有限，反抗力度持續壓制下越來越弱，許多行動缺乏獨立驗證，伊朗的反擊越來越徒勞，內部資源消耗加劇了混亂。正在這個火燒眉毛，對吧？熱鍋上的螞蟻啊，這種時候，伊朗堅持還要打擊周邊的中東國家。科威特國防部9日啟動防空系統，攔截了新一波導彈和無人機襲擊。該國前一天受到了7枚導彈和5架無人機的襲擊。卡塔爾國防部9日說攔截了1枚伊朗發射的導彈。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門8日說，一個軍事發射物落在沙特海爾濟市一處居民區，導致2死12傷，死傷者均為在沙特務工的孟加拉國和印度籍勞工。另外，沙特國防部證實，沙特最大油田之一叫谢拜油田9日遭到無人機的襲擊。沙特外交部9日發表聲明說伊朗方面未兌現之前的承諾，停止攻擊鄰國。沙特警告，如果伊朗繼續攻擊鄰國，將會成為最大的輸家。阿聯酋批評伊朗攻擊鄰國的魯莽政策，敦促伊朗改正這一戰略錯誤。而這個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8日一改以前的這個緩和語調，措辭強硬的表示，他們越向我們施壓，我們的回應自然會更強烈。伊朗向阿塞拜疆發出強硬警告，正面臨強敵之時，又和阿方緊張對峙，就是一個敵人啊不算少啊，100個敵人不算多，就這種態度啊，要效仿100多年前的一個老太太，要向萬國宣戰。你看歷史啊，他就這麼吊詭啊！伊朗向阿塞拜疆發出警告，要求其驅逐以色列部署的設備和人員，不要成為美國和以色列進攻伊朗的跳板。自本月5日，阿塞拜疆聲稱遭到伊朗無人機襲擊以來，雙方之間的關係開始持續緊張。伊朗稱不打土耳其、阿塞拜疆、塞浦路斯。土耳其宣布北約攔截第2枚伊朗彈道導彈，土耳其也警告啊，將採取行動。這個伊朗的導彈也不知道打哪裡啊，然後就飛偏了，然後就被部署在地中海的北約的這個防空系統啊，給它擊落，那個殘骸就掉在土耳其的叫加濟安泰普這個地方。關鍵這不是第一次啊，這是1周之內第2次，所以這個土耳其就受不了了。土耳其國防部聲明強調，將毫不猶豫對任何針對國土和領空威脅採取果斷措施，重申維護鄰國關係，但警告伊朗勿採取挑釁步驟。埃爾多安表示已向伊朗發出正式警告，稱此類行為危及1000年鄰邦關係。大家也知道啊，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你這個伊朗的導彈只要飛到土耳其領空，那就是侵犯北約啊，就有可能引發那個叫什麼第5條，那保不齊北約還要對伊朗是吧，要採取措施。所以這個伊朗啊，純粹是在談判們的這個忽悠下啊，四面樹敵。美國已敦促東南部土耳其公民離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啊，任何阿拉伯或歐洲國家只要驅逐以色列和美國大使，即可完全自由地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伊朗的轟炸不僅未能削弱美以聯盟，反而促使中東各國更緊密地與美以合作。伊朗的反抗在地區層面越來越孤立，徒勞的襲擊啊，加劇了其內部混亂。美以的壓制讓伊朗難以擴展影響。那最近晚上啊，有2個重要的新聞，一個就是昨天啊，在澳大利亞參加什麼亞洲杯的這個伊朗的女足，在入場式的時候是吧？有5名伊朗的女足隊員，他們拒絕唱伊朗那個國歌啊。那麼這個被跟隊的媒體啊，傳回伊朗以後啊，這個引起了伊朗的強硬派的憤怒。伊朗強硬派認為這些隊員叫叛國，他們回國以後啊，要受到嚴懲。你想他是叛國啊，所以這5名啊，伊朗的女足隊員就叫離隊，對吧？在澳大利亞。然後呢，剩下的伊朗國足啊，
他們在離開的時候啊，那個大巴車上，他们打出了那个国际通行的求救信號 SOS， 好像是這樣的啊，然後引起了很多這個在澳大利亞的這個伊朗人的這種叫同情聲援，希望澳大利亞收留他們。如果這些人一旦回國，那你想一想吧，會受到殘酷的鎮壓。然後這個特朗普啊，立馬啊伸出橄欖枝，建議澳大利亞，對吧，要收留伊朗的女足隊員，說澳大利亞不收留，那我們美國準備接收，就你把他送到美國來。截止到現在啊，澳大利亞方面已經對這些伊朗女足啊進行了保護，也就是收留了他們啊。這個事情說明什麼呢？我就說明這個特朗普啊很會作秀。當然了，他主觀上到底什麼想的咱不知道，客觀上啊起到一定的這種叫緩解的作用。為什麼呢？因為現在這個畢竟啊2月28號伊朗那個女子小學啊被炸，對吧？160多名這個7到10幾歲的小孩遇難，這個事情雖然現在還沒有結論，對吧？到底是誰炸的，誰打的？但是這個也給國際社會啊也造成了很大的這種震動嘛。因為你看，婦女兒童在戰爭面前呢都是弱勢群體，更容易引起人的同情。而特朗普主動的啊要求收留這個伊朗的女足，某種程度上是吧？對這個160多名伊朗女孩的死亡，這個是一種叫什麼緩衝或者叫挽回一個形象。當然了，這不一定是美國人幹的啊，但是現在不是扯不清嗎？所以我覺得啊，特朗普實時的啊拋出橄欖枝，說我來收留這個伊朗女足，他們一旦被送回伊朗，一定會被殺。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新聞就是我看網上有傳言說伊朗的新領袖穆杰塔巴在美以的轟炸中啊受重傷，有人還說他已經死了，但是我覺得這個是確實啊應該是謠言，就僅僅是傳言呢。首先是對吧，特朗普還有內塔尼亞胡也沒宣布，確實啊美國這個正經的大媒體也沒有報道，都是在網上流傳的。第二個呢，我看這個俄羅斯總統普京昨天還專門發了賀電，對吧，祝賀這個穆杰塔巴成為伊朗的新領袖。你如果他死了，這個普京啊，你普京再不對吧？再不頂用，人家好歹頭頂着這個正義聯盟大哥的這個光環呢。或者穆杰塔巴如果被炸死了，那這邊連大哥都不報信了是嗎？這說不過去。另外一個就有媒體報道啊，這個普京和特朗普又一次通話，普京就盡快結束圍繞伊朗的戰事，提出多個建議。通話是以美方提議進行的，持續了大約1個小時，就伊朗局勢，雙方進行了具體和有益的溝通。普京呼籲盡快回到政治和外交途徑，以調解衝突。就烏克蘭問題，普京表示俄羅斯武裝力量在特別軍事行動中推進順利。特朗普再次表示啊，希望衝突雙方盡快停火，並達成長期解決方案。他這個指的是俄烏啊問題。兩國總統還討論了包括委內瑞拉局勢、國際原油市場形勢在內的相關問題。另外啊，美國的《紐約時報》、有線電視新聞網等媒體報道分析啊，就是美國的有一部分媒體啊，他們分析就是那個米納普市小學遭襲視頻中顯示的彈藥特徵與美制戰斧巡航導彈高度吻合。這些媒體報道進一步指出啊，在此次衝突中，美軍是唯一使用該型導彈的參戰部隊。也就是說啊，美國的有些媒體啊認為這個伊朗165名小學生遇難是美軍造成的啊。當然了，這個還沒有進一步的證據證明。我在想啊，不需要這個視頻去看，對吧？你爆炸現場那怎麼可能沒有這個殘留物呢？用了什麼武器打擊的？難道還不知道嗎？伊朗差到這程度嗎？如果是美國的武器打的戰斧導彈或者其他的啊，它完全現場有殘留的這個證據，對吧？鐵證如山拿出來，但是到現在沒有，所以這個事情啊還得要進一步去調查，或者叫讓子彈再飛一會兒。特朗普威脅稱啊，如果伊朗敢阻斷霍爾木斯海峽，美國打擊力度會比之前狠上20倍，還會專門摧毀那些很容易打掉的目標，讓伊朗幾乎不可能再重建成一個正常國家。到時候等着伊朗的將是死亡、烈火和狂怒。特朗普又說啊，但我希望也祈禱這一切不會發生。特朗普同時稱啊，確保霍爾木斯海峽航運暢通是美國送給所有依賴這條航道國家的一份禮物。所以我認為啊，隨着布什號航母打擊群的到來，美以啊出面地面部隊那是勢在必行，沒有什麼懸念。除非啊，在這個布什號航母打擊群到來之前，伊朗的強硬派投降了。正如這個內塔尼亞胡所說啊，這個對以色列來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這叫一不做二不休。對美國來說啊，首選要保證霍爾木斯海峽的暢通；對以色列來說呢，那是確保首先是零濃縮，其次是伊朗的彈道打擊能力全部要根除。
3個就是伊朗再也不可能去什么扶持地区代理人武装，也就是说啊，以色列更迫切的需要颠覆伊朗的这个政权。而伊朗的街头啊，现在正有一些零星的抗议活动，有人在喊让这个什么穆杰塔巴去死。我们回头想一想，这伊朗的老百姓确實也是冤吶。什麼叫冤呢？47年前，伊朗人送走了這個巴列維王朝世襲的巴列維王朝，結果迎來了一個世襲的神棍政權。你說這叫什麼事？也就是現在回頭看一看啊，霍梅尼的這個伊斯蘭革命相比較那個巴列維王朝談不上任何進步，是嚴重的啊開倒車行為。所以我們還是希望伊朗人民啊這次能夠抓住機會啊，能把握好機會。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